看远遐有一个山峦，迄就是和平岛。但是你敢知影，伊的名吼，统早其实毋是和平岛哦。老师，啊人拢讲家人山，咱即马看过去，啊是倒一粒山，才是家人山。你外头用这粒山，你讲这粒无？敢若关家的人啊吼，因为人啊，这头不是尖的哦，它形的是圆锥形哦，上面是平的，为什么平的？因为它鸡要抓进去放出来嘛。哦，你讲管理有一个口啦。一个口啊，隔两用，你看有像无？圆锥形但电脑平的，这个地方是从那个咱为东海要入来，要去日本哦，是，一定要为东海入来台湾的北部海面嘛。嘿，啊你上头你就看到这个和平岛的山头。哦，我就把继续晒吼，啊，就会去甲会合吼，也会碰到那个黑潮，它就顺着往琉球方向走，为你求行的，拢会帮助嘛吼。是，啊你无多看，你看这阿三啊，几只月我知影我驶着啊。哦，伊无需要去咧顶头，我要过，可能我要去，所以叫一个指标。中继站there。对。好。因为咱知影讲吼，咱和平岛遮即马有足侪名，人有讲即个土门啊，嘛有社寮，嘛有和平岛啊，统早是家人。啊，即个演变的过程大概是安怎？家人是一个国际地名吼，因为伊这是一个航线吼，甲好出来名嘛。所以咧西班牙的地图关顶嘛写西班牙嘛写家人啊，荷兰嘛写家人啊，所以你家人你就知影这是漳州音了，对。是。后尾开始入去来清朝，伊就是讲我这是无一个中心嘛吼，伊就派一个同事来，清朝拢叫社寮吼，用到日本叫社寮町。土门咧？土门这是尾啊吼，这是咱，迄嘛是较早迄落巴塞人吼，伊个调查，比如伊要唱一个歌去录音，甲请去台湾大学去遐做录音，啊，叫伊讲的一寡话甲记起来，伊像根据伊迄个基本册记录吼，伊甲问讲，伊像讲和平岛这个名叫做土蟒，但是因为记录讲有人讲伊叫土蟒，所以推测讲可能和平岛的原住民较早伊名叫做土蟒。为这个家人到社寮，甲社寮顶，过来咧。过来就是和平岛啊。嘿，和平岛是安那会号这个名？和平岛，因大家拢讲是二八事变嘛，因为和平岛嘛死真侪人嘛吼。啊，为了讲要纪念嘛，啊，改做和平岛，其实这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家人拢有中校人来4月8日去号的啊，啊是由于起步开始号啊。忠义路、孝义路、仁义路、爱义路、信义路、义路。啊，好甲边啊，遮边遮就和平嘛，叫和平岛是安尼来啦。所以这地名甲迄个和平甲二八其实和平无关系，这名其实二八随便定情就好啊。家人港外海和平岛，会当讲是台湾上届起草的国际港口，因为西元1372年迄当阵，中国就和 Okinawa、日本互相咧往来甲贸易。和平岛的地理呢，就是徛伫这3个角头的中间。暗遮真早吼，就世界各国的人来到遮出入甲活动。你看这北部海话吼，为家人岛，中国人若要去日本，啊，像南面嘛吼，要走来北部，要走来迄个啥，日本也是讲去浙江贸易，会经过咱这附近的海域。哦，若经过了后。伊会采用这附近有迄个啥马仔人，直接咧做贸易啦。是，有做贸易。啊，马仔人因搁含东部做贸易。是。啊，东部搁有人谣传讲东部黄金，东部有黄金，好，东部有黄金。哦，啊，所以毋知变讲啥。变讲遮是一个中继站啦，就是讲大家拢要来遮，啊，遮的人有咧做贸易，啊嘛会当去东部，去偷金安尼。嘿啦，啊，专门变讲，马赛人会含迄个日本人、含中国人，啊，是讲含遮荷兰人、西班牙有咧往来，咱遮造成讲遮贸易中心。是。啊，但迄种超16、17、18传统的无商业社会、国际商业，咱讲重商主义、重商主义。啊，但到19世纪产业革命吼，工业革命了后，人为工厂啥拢出来啊吼，啊，佮包括咱迄个啥日本人未来进前，家人伊港口走袂入来，大船走袂入来，哦，啊，甲炸掉，可能入来。船较大车。
有这边，但是咧后来你看，家人嘛做船头行、委托行，是，做一段时间嘛做咧船头甲委托行。是。好像在用做外贸，不是很正式的哈。咱拢掠准讲哦，和平岛不过是地号名尔，啊，事实哦，伊确实是一粒岛，而且哦是离台湾上界近的岛。啊，和平岛这个名哦，包含三地小岛，有社寮岛、通盘屿，啊，阁有中山仔屿。啊，咱头拄仔所讲的遐个外国人，也阁未行脚到正正，这搭遮吼。其实拢是原住民巴塞人生活徛起的所在。我即马徛的所在就是和平桥的桥头，伫我的倒手边呢，就是即马最有名的彩色屋正滨渔港。啊，我的正边呢，就是较早的阿根纳造船厂。行过这条和平桥了后，就是咱台湾上近的离岛和平岛。啊，但是去和平岛进前呢，阮要先来去找潘江伟老师。伫咧头前大步行的潘江伟老师，自早因的祖先就住伫咧和平岛。啊，人讲哦，伊就是巴塞人的下地。老师，老师你好。老师，啊，咱知影讲和平岛遮有一个最有名的八丘门水道，啊，敢是伫遮？就是即摆就是这个所在，因为后壁遮即摆有一个迄个阿根纳造船厂吼，是，即摆就是翕相的同好所在。啊，伊这八丘门啊，古早的地名。啊，其实吼，这个徛这个和平岛甲对面的台湾吼，这个海吼，最起码75公尺。是，啊，那会号做八丘门？八丘门因为古早人来就拢为福建啊、浙江来，因迄边嘛有这个港口吼，敢若像安尼叫做八丘门啊，所以伊就是按照这个好听的部分甲曲甲弄在遮来。啊，原则上的时阵，你来讲要讲这个地理应该叫八丘海门。八丘海门。海门较知影讲伊是迄个海边的一个入口。嘿，啊，你若讲八丘门啊，有可能为山顶。哦。啊，所以讲，我若是讲这海边的时阵，哦，八丘啊，以台湾来讲，敢若这个所在是海，所以伊是八丘海门的所讲简单那个八丘门。咱行过面头前的这条和平桥，就是离台湾上界近的外岛啊。潘老师哦，带我去到一个在地人合作是番仔厝的所在。啊，老师讲哦，这就是以早巴塞人所起的厝。你敢知？到即阵哦，和平岛阁有一寡所在会当看得到巴塞人所留落来的物件哦。哇哦，老师家你无带我来，我袂晓来。哇！哇，老师，我这家有影是秘境的吼。啊，咱这个所在吼，离和平岛来讲吼，因为吼古早叫社寮，这边叫社头。啊，社头因为古早因也是因小辈的河洛人咧讲哦，啊和平岛吼社头哦，拢是湾啊，哦北部湾啊，啊北部拢西坡啊，哦西坡上济。哦，啊，伊住的所在就是番仔厝，所以伊这地名还是变做番仔厝，为遮来。哦。啊，但是阮家己的就无安尼讲啊。叫番仔厝，毋是？阮家己咧，外口人讲番仔厝，阮家己无讲番仔厝，阮家己讲阮兜。哦，你较早就住伫咧遮。老师，啊，你头拄仔讲原住民，就是讲遮较早有足侪人住伫咧遮。啊，敢是你头拄仔讲较早的巴塞人？巴塞人是从早啦，因为巴塞人伫遮的时阵吼，即马土骹挖出来吼，至今600年落啊。因即马讲巴塞来讲，阮来讲一在袂使讲巴塞，爱讲马，台语讲的马仔。但是因为伊北京话甲汉字吼，找无迄音，要变做巴塞人甲马赛人。哦。阮家己讲拢讲马赛。是音呐，吼，迄个马。吼。啊变安尼，啊这马赛什么意思？人的意思啊。啊，较早巴塞人是安怎称呼和平岛这个所在？和平岛从早是做土马人啦，土马人的话是土的时阵哦，就是岛安尼啦。土马人，嘿，小岛，因为伊佫有别种的称呼。哦，所以人讲土门就是土马人的意思。啊，土马人的时阵变讲伊迄种用罗马拼音的时阵拼出来就 TUMAN 啦。哦，啊你也是用英语念的时阵，因土马人叫土门啦。是，系安尼。老师，因为巴塞人就即马咱的印象内底，毋是讲
感觉就青分的啊，对因的文化是。啊，但是来遮进前有看过一寡资料讲，有西班牙人哦，称呼因是一种白色海盗啊，白色海上，是讲因的个性是足凶的，还是？伊的皮肤足白啊，因为因当初时的时阵哦，12个月啊，即9个月，日时啊，你困暗时啊，出来活动啊。啊，所以伊的皮肤比欧洲人较白啊，啊，然后伊当阵啊的体型哦，比欧洲人悬一个头啊。吼，啊，毋过伊就是暗时啊吼，月亮弯的像个手船啊，伊扑人头，所以变成欧洲人吼，拢离即个月亮暗时啊，伫这附近的海逃无去。以前吼，踮伫咧和平岛生活的巴西人，甲咱所理解大多数台湾的原住民无相像，因哦。无爱种作，啊无爱拍蜡，上介厚的哦，就是存济咧，啊着满世界去做生意。啊，毋若讲是家人淡水，因的脚脚连台北盆地嘛捌去，甚至讲哦，南洋平原甲台东花莲一带嘛有行脚到。即个巴西的人吼，古早吼，西班牙人还未来，伊本来就是会工课做生意。啊，巴西的人上厉害哦，因身躯吼，所有的当然啊。啊，甲梨啊做的柳啊，拢是巴西的人供应，因为工厂哩巴西的遮，这个梨壳就会卖山顶的，去换落啊皮，所以这个泰雅族吼、达样族吼，伊这个制作的吼，因的头目吼，顶悬的衫叫主衣，顶悬的衫拢总2500粒，迄就是为遮换，因山顶无梨啊壳，阮就该用这个梨啊壳做互伊，吼，啊用迄麻布做的底啊吼，啊底吼，啊底互伊，啊甲伊换落啊皮，啊落啊皮较卖日本人、荷兰人、西班牙人、啊荷兰人安尼，因为伊做生意的时阵，在西班牙甲荷兰时代发现讲伊知影金仔就做呀。你讲迄阵的巴西人知影讲，迄金仔的名字即马吼有留一个地名，叫做多罗曼。多罗曼这个地名，多罗曼这个名，毋是咱遮话字，欧洲的拉丁文叫做黄金之河。多罗曼，所以花莲迄边个多罗曼安尼，在多罗曼的看守的人是巴西的人。是。因为多罗曼的河口的所在是巴西人大的部落。4百当前就踮伫咧和平岛咧生活的巴西人。听讲哦，哇，是真够咧做生意，只要有钱通好趁。若讲外国人啦，就连日本人、琉球人，甚至是中国人哦，因拢总有咧往来。啊，迄当阵哦，中国去靠福州这个城市，会当甲琉球做生意。啊，和平岛呢，就是福州甲琉球的中继站。啊，因为吼，福州坐船到和平岛才短半工尔，所以毋才会渐渐嘛有福州人伫咧和平岛遮定根生团。哦，老师，啊，阮拄食饱，你带我来菜市仔创啊？啊，这吼就古早讲的福州鸡，啊，福州鸡吼，古早你明朝的时阵哦，西班牙时代吼，啊，荷兰时代拢做生意的，吼，啊，伊鸡啊足长，啊，这是一部分啊，因为伊条鸡啊吼，差不多765公尺，是荷兰米，吼，啊，一直甲石船厂迄边去，啊，所以目前吼，咱即马你看这个所在是有变做，过去用变做鸡和平岛的菜市啊，安尼来。哦，老师啊，这个号做啥？这个香炉？这个香炉吼，基本上来讲吼，阮古早留落来，啊，伊留的时间吼是1852年咸丰2年的物件。啊，伊这个炉顶悬吼，外形来讲吼，伊有刻字，顶悬有写3字福德爷，吼。啊，你若是按照这个福德爷称呼的时阵，你用这个香炉的汉人的文化是北方的文化，吼，所以讲伊这个土地公来讲吼，你南方的时阵叫土地公，你北方叫福德爷，
这重点伫哪？一般吼，咱庙的香炉吼，重点伫倒伊啊，梨的圆啊，圆啊一般拢是龙，这个吼较特别，这个人的圆啊，这人的圆啊，就甲这个原住民较有关的，因为原住民还未汉化之前吼，因要再祖先的时阵，你烧钱的时阵，甲对方的头扑起来，落来起来这神。你讲要算数量，是算人头。变讲要特殊一点。这个炉当初做的时阵，离这个所在是北部的人做的，所以说这个做的人伊本身有汉化的这个做画图的技术，所以伊尽管有刻这个大船头的番仔厝，甲船啊，甲海影，伊有船啊海影，伊是江面后壁边嘛有，后壁边嘛有个厝啊，这个有处理者，所以讲这个伊汉化足深的人做的。这个目前来讲，这卡炉变做这个和平岛社寮或这种的镇江指标。伊这宝物伊内政部有登记，做物件抄摕。是。但是为什么香炉决定爱人的耳啊？这甲出草有啥物关系？看不人头啊。不人头。但是这两件代志跟有啥物关系？无伊就是要祭神的时阵，上好的物件做伊的神器的，这个较有迄个力量。本来这全台湾来这这个原住民汉化的所在，这个较济数，即嘛有发现讲这个香炉，居然有保留人。肯定有啥年份啊？庚子年。对，伊这有啥呢？本来个人名，伊人名是要搬来种，后来毋捌啥人来补了去。是。变安尼，这个就是一个所在开发的证据啦。对。西元17世纪，欧洲国国起烧箭咧抢土地，嘛抢对亚洲来。台湾当然嘛是因心目中的好所在。伫咧1624年的时阵，荷兰人先占着台湾，就是即马人所讲的安平。人讲会输人毋输阵嘛，所以伫咧1626年的时阵，西班牙人就来占和平岛，搁踮伫遮呢，起几落座小城池。所以遮伫咧当时，人有一款讲法，叫做南台湾北家人。起码个先来选这个和平岛，伊嘛是一个岛，先来选岛，因为岛较安全。因为咱坐船来你若甲土地连做伙有人要拍入来你就无得防守啊。你有讲台南你就台到一海，就敢若一个护城河。对，甲隔开，西班牙这么一个岛甲隔开，然后就较安心我炮台设好好，你要入来你就无得过来，你要坐船过来所以先来拢选这个岛的所在来做因的基地啊。所以遮嘛拄好是一个岛，就那种天时地利人和。可以选的，选选过，这我看伊若弄这特点嘛，要选靠海，因为坐船来一定爱靠海边啊。是。选岛，而且岛个比较伤远，岛甲这土地爱真近，而且河不足水的。你看伊甲这八尺门嘛甲75公尺的啊，算足近。是。17世纪迄当阵，欧洲人尽驶咧，就去甲世界各国占土地、抢黄金。只要到一个所在就会赶紧起城楼，用大炮来保护家己。毋则西班牙人占着和平岛了后，第一要紧游玩嘛是造城楼。老师啊，因为恁安尼头拄仔讲落来，就是讲。落尾才有一个城三个堡垒，就是伫咧日本时代时阵才起来嘛。无啦，无。西班牙时阵。西班牙时阵就有。当然是。城下骹面顶一个。是。这欧洲的城堡概念嘛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堡边仔有两个堡山，两三个碉堡。爱斗过。防守就对啊。对啦，嘿。卫星啊。对。你讲你台南的迄个宜兰街啊热兰之城台南迄个嘛，家人这个和平岛这个就是叫做，因有的叫圣萨尔瓦多，就是这萨巴多就是 Savior， 就是英语就是救主啦。所以有的人翻作圣救主城，有的人英语叫做圣萨尔瓦多城，都是一样的。
所以老师，阮这安尼讲起来，差不多台卡的地理位置，就是讲城是伫咧即卖的倒位，左村场遐，就是下骹，左村场的下骹。所以你看无。好，即摆看无。但是伊敢若几年前迄个新华大学有来做测量哦，证明下面是有那个遗址这样。一个城在下面，较早西班牙的城伫咧下。你看日本时代就挖出来，伊挖出来一条就跟石头。是。所以这里有证明讲伊是讲一个时期的。日本时代有考古啦，考古了，因为日本时代开始要做左村厂，吼，从我准备甲毁掉啊，真可惜，真可惜。是。头尾建设10几年才落成的这座海边的城楼，大多数呢拢是运用北里出产的观音山石来建筑。4颗链长哦，加起来差不多有400公尺长。城门是开亚海边，里边人甲货品好进出。毋若讲城门面亚海边哦，大炮嘛是面对海的方向。一方面哦，要提防敌人会对海上来；另外一方面哦，西班牙人嘛是真小心迄阵哦，踮伫咧和平岛遮坐汉人甲巴西人。所以哦，毋才伫咧即座城楼的后壁面，因另外哦，阁挖一条护城沟，好来保护因家己。所以讲城伫遐，三个堡垒伫即马什么所在？大概有什么所在？迄当阵的迄个三宝吼，就是要保护迄个圣救主神吼。是。其中2个就是去山顶，一个叫做就他拄阮看迄圣安托尼奥，一个叫圣米兰吼。是。一个是要看海，一个去山顶的中间，迄2个，一个是要看海，一个看中间。即摆拢就是迄个军事，其实日本时代嘛是炮台，叫射击炮台。即摆就是国民政府来就甲做基地，即摆是军事有关节，咱袂使入去。一个就是你若要去和平岛过迄条桥哦，你要去食海产哦，迄桥口遐个有一个标示啊，迄个是圣路易斯堡，所以迄个堡就是迄个八扇门迄个水道遐，吼，伊是去顾你若有准备为八扇门遐入来哦，伊才跑。会当有一个防守位置。若讲哦，有即座起伫咧海边主要的城池 San Salvador。西班牙人嘛，照因故乡自来的传统，伫四边重要的所在，拢总起3座用到无相像的城楼。西班牙人哦，伫咧和平岛遮是感觉家己准备了真充分。上才讲哦，伫咧1642年，本来伫咧台南住甲好势荷兰人，煞派出舰队来到家人。哇，迄当阵哦。西班牙人就是讲荷兰人会对海面爬过来，所以因是足斟酌咧想海面的动静甲变化。哇，上在讲荷兰人竟然偷偷对山顶来，先拍这4座城楼。就安尼，一场战争结束，西班牙人伫咧台湾16年的统治，嘛来改变着世界的历史。西班牙人伫遮家人遮16年。其实伊甲荷兰人是一个因的个敌人哦，毋是敢若去台湾来啊，伊像讲到欧洲安尼，伊欧洲就是2个国伫咧拍呢，因为迄个荷兰人想要独立，迄个西班牙管理想要独立，所以伊是去拍一场叫独立战争。是。第二方面2个是因的宗教，一个是天主教，一个基督教，所以讲一个旧教，一个新教战争。另外就是贸易，去海外迄贸易嘅竞争。所以伊是3种战争，去欧洲拍到台南啊，印度、台南啊，拍到台湾，台湾才算上尾哦。所以到尾啊，西班牙这个16年，到1942年哦，荷兰人拍起来哦，西班牙人拍出走去哦，西班牙其实就无去啊。因叫因的黄金时期开始，西班牙帝国第一个日不落国就开始衰退啊。所以迄当阵1642年，去咱台湾家人这所来拍战争哦。荷兰也是吧，战争，咱会使讲是台湾史上第一场国际战争，伫咱家人才发生的。
但是阮知影佫有一个白米瓮炮台，迄就是西边啊，西边遐嘛，迄个叫做，迄是算第三个、第四个。迄个是尾仔个发现讲，因为可能人有可能为淡水迄边过来，咱再跟人去人港的东边西边无，所以咱来迄边嘛准备一个，是讲和平岛的炮台起了后，是讲可能这西话这嘛爱做一个，伊就来选，就选这个所在，选向要开始要起的时阵无啥物清楚的资料，但是判断是讲伊向阵想要起毋过尾仔已经菲律宾已经无支持啦。因西班牙个尾仔，伊即个甲其他敢若伊咧无用做无起来啦。伊可能小可想要放弃所以伊讲财力嘛无够，人嘛对，怎啊停起来咧？是。所以荷兰人来时阵就叫变无防守啊，所以因就真紧就为过了输啊，就讲落来，对嘿。是啊，是啊，那遮后来会合作即个荷兰城不啦，迄个荷兰城是咱在地人叫的啦。咱在地人讲这北美人有荷兰城。北美人。我咧讲来讲啦，目前的资料是干那和平岛这边什么炮台足清楚的。是。这边的资料较少。是。总来讲，西班牙应该若照军事的角度来讲，一定有一个简单的炮台，但资料目前都无清楚。是。在地人会讲，这个是荷兰城。包括咱是讲和平岛，本来是西班牙的城，对吧？但是大家较讲那个王门城，西班牙是欧盟的呢。是。佮这边考古对吧？要学啥？要学塑料头，要学西班牙的物件。我感觉足注意来讲，都西班牙的城后来去荷兰人占，荷兰人占较久，时间较长。是安那后来，所以讲因为荷兰人主要伫遮咧发展，所以讲遮合作荷兰城，干嘛呢？干嘛啦？咱古早人咱分得清楚啦。所以有当时会讲啦，你若外国人拢嘛叫荷兰人。是所以你看红门，英国人嘛红门啊。所以讲咱在地人，伊讲荷兰有当时咱来看伊的内容，到底是无一定是荷兰。其实就是外国人，外国人。所以可能这个炮台嘛是伫咧日本时代是才起到产。对，这大这就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啊。西班牙你讲有可能像小可一个所在，荷兰人有较大。较简单。对，城条较大，甲日本时代伊就做较大，因为炮拢有甲现在较大门嘛。西班牙人占领和平岛16冬，若讲有起城楼来保护家己，因对宗教信仰也是真虔诚，所以才会伫咧这粒东方的岛屿来起西方的教堂。就是老师，阮知影讲来甲和平岛遮上出名就是这个诸圣教堂，即马开发这个位置，应该不是讲开发啦。掘出来、挖出来，考古是考古。老师敢会当甲阮小简单介绍一下？伊这个西班牙人来家人这个所在是开始建城，当时嘛是建这个教堂，因教堂来讲是上真重要。因传教是因来咱东亚一个真重要的人物虽然是要贸易，不过传教是足重要。尤其因西班牙人足重视宗教所以呢，这个教堂就开始起，可能头开始时阵可能较细，尾开始愈起愈改善嘛，拢起码开始拢用石头。老师敢有可能台湾可能是迄阵因的一个跳板，就是讲因其实终点想要去中国做这个贸易，但是先为台湾开始发展。就是因在这里，第一就是贸易，第二就是传教。因为中国拢无爱向入去，伊敢若开一个澳门，互迄种互葡萄牙人，其他拢无入去。日本嘛就共款，日本头入去尾嘛不爱入去。因嘛锁国啊。所以就无位啊，尾我就先占台湾，才先甲荷兰人占台湾，西班牙人占其他遮先占起来。你讲做跳板嘛使等机会。西班牙一个较特别的，西班牙因为美洲有迄个开矿迄个银嘛，所以因为迄个银币、银饰啊、银币，伊就用迄来买嘛。这买
中国甲日本拢进来，因为中国甲日本嘛是伊是拢是银做银本位嘛。哦。所以伊嘛是中国用白银啊。日本爱白银啊，所以西班牙干脆直接我用我为迄个墨西哥载回来迄个西班牙银币哦，是来甲伊买物啊。啊，伊来遮买哦，伊在买一个中国的物啊。比如伊中国你载来啊，你载来我遮和家人遮啊，我用我迄个银币甲你买你的丝绸，哦，你的丝啥，啊我再等去欧洲卖，啊，赚一个钱安尼。老师就是讲，咱即马知影讲，迄阵哦，其实巴塞人甲西班牙人其实是足和平斗阵的，无讲像咱即马想的相战啊安怎但是迄阵巴塞人甲西班牙人具体啦，有啥物款的，就是讲作为，就像讲巴塞人讲会帮因起即个教堂，还是讲西班牙人会教即个巴塞人讲西班牙话，就是讲具体有啥物行为伫咧即个内底。西班牙基本上来东方是为着三字嘛，是。哦，黄金、五的对无？啊，加迄个啥，迄个 glory 对。国家的荣耀，国家宣扬阮即个啥，阮西班牙的帝国国威啊，帝国。第三个教，哦，要宣扬上帝。是。啊，所以因后咧，因毋是干那甲台湾在教，因伫菲律宾，因伫即个啥，包括葡萄牙伫迄个啥东南亚拢会教。爱新妇因足热情的，新妇真热情啦，所以因的成就袂歹。因伫东南亚，也是讲伫马尼拉，伫咱台湾，哦，因的信徒袂少，哦，啊，咱台湾较会接受。我想讲咱台湾毋是大家所讲，咱拢较中国人民当作嘛，讲足蛮皮哦，不一定嘛。伊咧感觉外来文化有道理，拢会接受啊。哦，原来会说。你能看出讲嘛？伫迄个17世纪，哦，生活伫文献看内底讲，这个原住基本上嘛是足人性的啦，毋是咱一般所想干那讲，拢挂伫山顶啊。是，所以因可能有做伙做过啥物代志，像起教堂啦，起这个炮台，还是讲有做过啥物款的代志？哦，我想讲，当这帮忙西班牙人啦，但我咧感觉是讲，因为北部的马仔就讲长久以来。有接受外来文化，包括咱接受讲学西班牙话，学西班牙话佢足好学。啊，荷兰人来讲，哇，你睇讲啊好啦，共款，荷兰佢无偌久才有花进来啊。啊，伊嘛足好讲迄个啥，讲漳州话啦。哦。咱咧北部真正伊含一般共款，伊接受会帮忙人，伊嘛接受新的文化。接受新的文化，来完比家己文化。不过是小岛顶头一角角所在，就会当掘出这尔济文物，会当好来证明咱台湾自早就是多元文化的所在。啊，看愈济就是要捌愈济。我咧想假使咱会当找到迄当时西班牙人踮伫遮徛起的证明，安尼迄当时伫遮生活的台湾人，敢阁有留啥物回落来呢？老师，阮伫咧停车场遐现场看到较早教堂的位置，然后有看到较早教堂的即个壁堵，啊，阁有看到较早的墓，啊，伫咧内底敢有发现啥？有，啊，我有准备一寡资料要互你看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哦。啊，这是迄个教堂，你有看到？啊，伫咧。哦，足济呢。毋是干那这两个。遮阮拢总有20个。哦，20个哦，发现20个。你会使看到教堂内底，阮有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墓，啊有一个是空的。教堂外口，阮有14个，啊一个是用迄个粗灰啊。哦，堆伫咧内底。堆伫咧内底安尼。啊，伫咧遮的，就是讲遮的墓内底敢有发现啥？就是讲。恁安怎去判断讲哦，这是欧洲人，这是原住民？是讲因有一寡陪葬品，还是讲啥物款的证据会当互恁知影讲是安尼？哦，啊，你问我为虾米阮知影伊是迄教徒？是，嘿，嘛是一个上重要的原因嘛是伊的即个 pose 安尼。这个 pose 你会使看，阮台湾原住民的
无一个是安尼安尼，但是哦，嘿咧，上倒边一个伊的手安尼，亲像一个咧祷告的感觉。嘿，但是伫遮阮发现就一个无伊的迄个姿势是安尼，嘿，姿势是安尼。啊，有两个伊的姿势是这个，伊会使看到咧，伊的这就是曲姿的，伊的骹是安尼拗起来，揪起来。哦，这毋是家己揪的，是别人家己揪起来的安尼。啊，这就是传统，阮这就可能是巴塞人的舞。哦，是安尼哦。你会使看到这伊的骹是安尼揽做伙的。是。嘿。啊是安那？应该袂安尼，这应该就是。敢是环境。身躯放内底的时阵，因为用一个布还是啥物，去互伊包起来，嘿，去改包起来。敢米皮安尼吗？敢伊是讲裹尸布。哦，裹尸布。嘿，又改包起来，包甲足暗的安尼。老师，你头拄下一张，我有看到，因倒落去拢是安尼养生杖啊，吼，咱就和咱即马咱讲发现原住民是曲姿杖啊，拢小可无共。这毋是家己揪的，是别人家己揪起来。是。啊，这就是传统，阮这就可能是巴塞人的舞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所以讲，伫咧即个主圣教堂的即个位置内底，哪发现西方人的即个骨头，嘛有发现巴塞人，就是讲较早伫在地即个原住民的梦。有发现两个。所以讲，即马嘛唔知讲即个巴塞人可能是伫咧什么时期，是伫咧即个16偌侪年西班牙人的时阵，还是讲搁较早？阮想讲应该是较早一丝丝啊。哦，因为我看到一寡。就是讲文章啊、报道拢有讲，伫咧主圣教堂遮，唔哪发现伫咧即个西班牙人时期的即个骨头，搁有啥物新石器时代啊、铁器时代啊，恁敢有发现遮的线索？线索，阮有发现足侪物件是这个新石器时代甲这个铁器时代的，啊，这难免我会互你看安尼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哇，老师，所以这桌顶全部拢是迄阵出土的文物。嘿，无毋对，恁知影阮这个遗址敢若2公尺尔，但是阮出来足侪唔同时代的物件安尼。嘿，啊，新石器时代遮看起来就真粗犷，敢有啥物较代表性，还是讲第一个出土的是倒一项？是。像这款的迄个粗灰啊。哦，这是粗灰啊。嘿，这是一个把手的部位啦。哦。嘿，你会使看到伊的。遮是伫遮连着迄个口的所在。哦，一个管啊嘛，一个管啊，迄口的所在安尼，伊是迄个直的，伊的把手是直的。但是这个就无共款，你会使看到，这个把手是安尼。这敢袂使摕？这个嘿爱足细腻。嘿。哦，这里有哦，先害你好啊，足惊。嘿，啊，这个药啊，你会使看到，阮有足侪足侪款的药啊，这个足细，这个就是阮伫迄个捡迄个土的时阵，佮发现的安尼。嘿，啊，这是一个迄款的人兽形玉珏啦，这是伫咧高雄的禁古安尼，啊，伫咧台北的遗址嘛有发现安尼。老师，遮的新石器时代大概是啥物文化的？这阮讲是圆山文化。哦，遮是圆山文化。来，这就是铁坡，这是对和平岛遐挖出来的。这嘛是一种禁古，这代表和平岛当地有迄个炼铁的迄个技术出来。迄阵的，安怎讲？迄阵的原住民有遮厉害，会当开始炼铁啊？嘿，开始有这个技术出来。老师，这看起来就像头拄仔相片内底迄个手链啊。这是铁器时代的物件。但是伊的材质是玻璃。哦。这个玻璃的物件，我会使请阮的主爷甲你讲。好。这个是玻璃珠啊，这个是玻璃做的鱼膏，这个嘛是玻璃珠啊，这个是红玉髓。哦，红玉髓就是讲，这4个拢是头拄仔相片内底有看到的。这3个是钢一个模内底出来，这个唔是。哦，这个唔是。但是这个鱼膏啊，就是刚头拄仔老师。互我看迄个相片内底迄个，因为2个一个是头的
架平一个字倒平。哦。老师说，伊这个十字架就是迄阵欧洲就时行的款式的对吧？系伫个西班牙，足新潮的款式。你会使看伊唔是敢安尼直直安尼安尼啊，是。伊伫个迄个头的所在有安尼蓬蓬的。哦，你讲遮有小可倒三角形，一寡蓬蓬的这种。这敢若圆圆的这啊个遮。管定遮。嘿，啊，这就是这款卡瓦巴卡这款的款式的迄个特征。这种叫做卡瓦巴卡。嘿。啊，落尾遮就是清朝后壁到日本时代啊。这是清朝的，遮拢日本时代的。哦。嘿，遮阮有这南洋啊。南洋嘿。砖啊，这敢砖啊是灰啊？这是砖啊。哦，这是砖啊。嘿。这是迄个放伫个厝的顶头。哦，厝遐。嘿，厝遐嘿。这款的欧式的厝遐是日本时代较有的。哦。安尼嘿。即马发现的主圣教堂其实只是一部分尔啦。嗯。哦，足济，搁足大片是伫咧即马咱大的所在下骹。已经无去啊。是。你会使讲这是真幸运，我讲有这3分之1的。在这个基础的这个教堂，阁会使保存伫个遐安尼。老师啊，咱是安那阁倒来遮？啊，当主要伊是古早吼，仲有名即北部的水道叫八尺门啊水道，吼，因为咧头前吼，即个和平桥下骹就是八尺门啊水道。是。啊，拄啊，即个家人食了土地公庙就在伊水道边啊。哦，啊嘛是古早的大船头。哦，你讲这个庙埕就是较早的大船头。对，大船头，因为大船头吼，较有人划船啊，庙较会用，啊，大家做生意做侪。啊，当然，伊这大船头有对口，对面吼，啊看远遐，后有迄个楼梯遐就是对口的大头。哦，你讲远遐有楼梯。对。啊，这是较近的港口，哦。啊，其实因讲遮的人是用叫对面用土话讲吼，叫迄个所在叫过港。啊，过港意思是过八尺门啊港，哦，八尺门啊港去过港迄个所在。过港的对。对。啊，你若去家人就唔是啊，去家人的大船头就是去过啊，过啊，哦，迄个无共款，迄个是讲听伊发音就知影讲要去对面，还是要去家人来港。潘老师讲哦，400年来，这搭遮有原住民敬拜信仰，佮有西班牙的天主教、荷兰人的基督教，汉人嘛有甲妈祖甲王爷派来教位。想袂到讲哦，这块小小的岛屿，就这么侪丰富多元的宗教信仰。老师，所以这间是王爷庙吗？嘿，王爷庙，啊，伊三府王爷内底有3个神王爷。是。哦，啊，伊这个庙吼，差不多吼，起的时阵是乾隆43年，1788年。老师啊，这间王爷庙敢是面对港口？对，伊的主要伫南边，啊，主要头前古早的基隆港。哦，就面对遮。啊，伊这个吼，王爷公吼来遮的时阵吼，最主要是乾隆43年吼，1788年的时阵，阮这个吼所在有一个拍石山阿三啊，伊拍石啊，伊走海边去，啊，结果吼，就看到这船啊吼，有生理，啊，伊头壳去船顶吼偷食，啊，结果伊就种直接要走啊，吼，啊去个啊，结果船啊吼，到下晡去看就船啊搁伫个，啊姊啊，伊就是讲这有问题，进来找头人，啊头人看讲。哇！来看卖啊，这一阵好，这船啊，唔是普通船啊。啊好啊，这是王爷公的船啊，吼。这船啊吼，无好处理的时阵吼，等下换咱才调温。对啊，调煞。吼，就开始哇，请同起来问中济，讲王爷公是要走还是要留？结果请同起来就问个王爷公要留的啊。所以这3世王爷就请做这个和平岛，开始吼准备要起庙。因为安尼时阵6月15吼，伊这个要顺的时阵吼，伊有安那船啊爱出海，是，出海这个有即摆吼绕境吼，就怎吼去顺伊的这个祖孙庙，伊的放的动作，变安尼。老师，但是我好奇的时阵是讲吼，逐个港口，咱普通知影应该拢是中央有一间妈祖庙，但是遮是王爷庙，
伫家人家敢有妈祖庙？无，伊个家面，阮遮吼从早嘛是妈祖庙吼，啊等下带你去看。好，OK，看卖者。老师，阮拄来即个天后宫内底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即个天后宫足大足气派。无到20年啊，有重返过。这上同早是伫咧西班牙的时阵，有汉人伫咧遮的时阵，就有一间妈祖庙啊。啊，但是位置毋是伫遮，啊落尾遮刷过来。老师，啊你带我来遮创啥？嘿啊，足久的，啊这新闻嘛足济。是因为会当足靠近看妈祖庄严的面容。啊，伊这新闻一般来讲吼，咱来去拜拜时阵吼，进度拢会甲妈祖拜托代志。是。啊，代志做成功的时会来还一迄个愿望。啊，还梦的时阵爱有物件，挂金牌上济。吼啊，但是有个查某人认为讲金牌收过爽，啊，弄一个较好的。啊，尾就来就问讲，啊，这个金明是不是画真的？画真的意思吼，就是讲伊颔棍啊这个所在，伊个手的所在吼，伊有做关节，啊，较骹的所在做关节，会震动的。吼，震动。啊，即马上时行送手机啊，对 ，Apple 就送一支。送手机啊，迄是较现代，但是较早日本时代时阵吼，因为当地流行吼，即个麻济吼，像要即个皮质做鞋啊，要上市前吼，爱来请示妈祖讲，大概伊鞋啊偌大张。是哦，啊，咪牛寸球。啊，你安怎看？咱来要看妈祖鞋来，我来进一下啊，吼。啊，讲今仔要了解妈祖鞋啊会做势，吼爱看这鞋啊。啊，所以都啊妈祖拜一个啊，哦，啊这衫落来用啊现下边啊这个吼，对啊对啊，有鞋呢，伊个有一个鞋啊，啊这个鞋啊是古早因迄个时代穿的，是三寸金莲的鞋啊，啊但是伊这吼一间庙后发现有这现象的时阵，边啊吼庙就会乌，所以会变流行。是。妈祖庙行出来哦。面头前就是正滨渔港，啊，咱唔好看讲哦，伫咧和平岛边啊，即个渔港范围无介大片。踮伫咧西元1934年的时阵，由日本人建设开辟的这座渔港哦，其实就是日本时代台湾的第一大港。伫咧日本时代，遮的发展是最主要日本人入来的时阵，伊咧去对做港口，啊，所以古早这清朝港口吼无现代化。所以这个港口吼，爱先做这个港口的港区的整理。啊，当初时啊，咱即摆徛这个所在吼，这个海吼，中较早有一个小岛，啊，这个小岛吼，嘿，像迄个外形像迄个猪类样款，所以伊这个蚵吼叫做猪类蚵，哦，猪类蚵。啊，尾主要因为吼影响到航道，所以用迄个炸油给炸掉，炸掉了以后，这个海边就变空的。哦，啊做好了后，时阵变讲你个港域吼，水稳定了后时阵哦，啊开始规划吼，这个港区诶工厂的区域，比如讲工厂内底，什么所在是制冰厂，是，什么所在是铁工厂，哦，啊什么所在是做一个重点的规划，对，伊有分，哦，啊伊这个船啊来的时阵爱补水，哦，爱补双仔角。哦，啊，保油，就是讲甲规个产业需要的物件，拢伫遮甲发展。伊就开始标，所以日本迄阵啊开始做侪 QQ 啊，哦，啊，甲迄本组的商人就来遮投资。是。家人港外的和平岛，虽然哦小小啊一撮，400年前就已经有巴塞人、西班牙人。荷兰人来到遮经营，啊嘛有日本人、琉球人、韩国人，侪哦来遮踅探。和平岛是17世纪海洋贸易重要的记号，啊嘛是外国人来到家人的第一站。我相信，伊嘛是台湾上界起初面对世界、甲世界三指甲的门窗。你想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氛围给观众？这样想一下。伊个加工，这帮啊，七家一个3、2，台南，好来。啊，用台南今天来，这五家马仔金啦，
转上去之后就直接走到最上面。好，中间不要停，就直接走到上面。第一题先讲这个。他当然先选择和平岛才会有。我们要先选择和平岛，才会再来和平岛盖1层3垒这样。好，对 ，OK。这有影有够精彩，真的应该要来好好看一看，多了解一下。